谢谢陈升大哥、美红姐，他都要替陈升大哥捏了好几把冷汗。我做今日纪念心嘛，抓笔车，因为伊感冒未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康复就是你唱错了歌，你要把感情放出来。对对对，把痛要很痛。对对对，路要很远，可是要把它拉进来。是，很专业美红姐你在笑啥啦？
他真的很专业啊。对哦，啊，你现在你看抱病谢谢演出的呢哎，完全听不出来讲一个人感冒啊，吼。哦，他是有鼻音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啦哦，而且美红姐哦，今天也很漂亮哦，谢谢连续换了2套服装哦，谢谢来啦新郎新娘哎，用咱的贵宾哦，哎，一鞠躬啊，谢谢我们贵宾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真的很为着上帝的舞台啊，是哦，哎，真的很隆重呢，谢谢哎。为了上这个冠军大舞台，我们特别精心打扮。谢谢，感谢您叫你重视这个舞台哈啊，希望你们下一次可以再号召更多的这个爱唱歌的大哥大姐，那当然好不好？那当然哦，期待你们下一次哦哈。好谢谢谢谢陈晨大哥好，谢谢美红姐，谢谢，哎，来。